统莅临。新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等政务人员及驻外大使宣誓典礼仪式开始。监事人就位。宣誓人就位。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李大为，外交部部长吴钊燮，国防部部长严德发，许明春，中央银行总裁杨金龙，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主任委员陈明通，国防部副部长沈一鸣，侨务委员会副委员长高建志，中央银纽西兰大使陈克明，观礼人员就位。宣誓，宣誓人举右手宣读誓词。誓词。于是以至诚。恪遵国家法令。尽忠职守。报效国家。不枉费公堂。不滥用人员。不营私舞弊。不受贿赂。如违誓言。愿受最严厉之处罚。谨示。宣誓人李大为。中华民国107年3月19日。宣誓人手请放下。宣誓人向监事人鞠躬。礼成。